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2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看，伫咧台南玉井一栋2层楼高的透天厝，昨下晡4点外发生火烧厝，消防人员赶紧甲火拍花，不过也是伫咧厝内面发现到一个61岁查甫人不幸过身。到达的时候就在门口2公尺处发现死者，那立即进行火势的扑灭，把1楼的火势都扑灭完。那2、3楼没有延烧之余，死者平常为那个行动不便的患者，是独居老人。消防局伫昨下晡4点外接到报案，陆续调派20台车、35个人去拍火。迄当阵敢若是起火点的1楼的客厅，规个拢烧起来，直直青乌烟。虽然消防队员赶紧伫咧10分钟以内就甲火拍花，不过也是伫咧厝内面发现到因为中风行动不便的61岁查甫人走袂赴不幸死亡。再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埔一搭建案，因为咧挖地下室的连续壁，结果造成隔壁的公寓大楼起气，赶紧甲这个居民拢撤离去大旅馆。即马经过技术工会确认了后，认定这2栋大楼的结构无危险、无问题，所以伫今仔早时8点，就先互28户居民转去处理啊。伫厝的建筑头前，有技术用仪器详细测量厝的现况。伫3大技术工会确认之下，判定2栋建筑无结构性的危险。这件仪器测出来定时定点倾斜率伫法定的1/40标准内严格缩短。这确认假使水电无问题了后，部分住户今日早起8点就应该伫转去。当初因为大直基泰的事件，我们有反映第2次。新竹市竹北天坑的时候，我们因为刚好隔壁建案要拆除，我们有先反映。住户无奈表示，因为去年伫大直基泰甲德北天坑事件发生的时阵，都已经向新北监局反映过至少3摆，但就会说是这些的官方回答，烦恼的代志也发生了。台北市那边有发生，那是不是建商有就是说要多加留意、多加注意？结果没想到还是发生。目前厝的大楼已经小可毁净，虽然应转去，不过住户烦恼也是无完全消除。监务局也以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对建商甲技术等人各罚相当9万块。年纪必有一些瑕疵，只要他们鉴定出来，我们要负责的，我们绝对负责到底。这个建商，我们先把它列为黑名单，我们对他们未来一定严格管制。勘察事故的九层建设公司承诺负责到底，不过资本也只有1500万，住户是不是应顺利求偿，有缘爱国确认。目前市府已经组成专案小组，会伫29暗时举行住户说明会，邀请技术甲律师协助处理后续求偿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三重埔的建案造成边的公寓起气，这营造商是赶紧进行补救。有学者认为，虽然补强了后，技术确定无问题、无安全的疑虑，不过民众也是会心惊惊。长期以来，就对这个厝价真不利，所以学者就呼吁市府爱监督，嘛会当考虑归起，把这个厝买落来，途经中建。大楼外口用封锁线围起来，甲2车是伫咧工地头前，一直对地面下骹来补水。三重埔福隆路建案挖落去，造成隔壁2栋厝倾落去。为了维护地下水位有悬价差，所以营造商已经进行工地灌水才应变的改善做法。兼顾财政补强了，建筑部敢就法度保证安全。受影响倾斜比较严重的这栋建筑下面的这个基地的下面的这个地质去做改良，跑掉的泥沙跟土用地质改良方式让它重新恢复支撑力。那在同时间再予以外推力把它推浮层，就是这2件事情是同时做的。学者讲，拆正了建筑部虽然伫专业技术签证之下，讲安全无问题，不过对民众来讲也有心理的阴影。长期来讲，这建案若有损害，卖价也无好，市府应该监督建商爱负责任，考虑用收买也是合建方式进行，都一更新定期。做一摆解决建筑安全的问题，是一个很漫长的路。说真的，那一种对大家来讲啊，也是一个很困扰啦。经过工会技师他们的认定合格，这样来讲，大家
如果能住进去安心，那以这个为前提了。当你的倾斜率其实超过这样子的法规规定的一个极限值的情况之下，当然拆除重建就是一个选项。但是如果反之以法规的角度来讲，它是在还是一个在容忍的一个范围之内的话，不管是结构补强或扶正工法的这一些，以恢复原状的方式去做使用，这个也是一种选项之一啦。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讲，这两栋建筑物的出车的情形，若是伫可容忍的范围内，使使用结构补强也是财政工法来恢复原状方式来处理。而且因为拆除定期也开设应急分配，受损户开发商这相关的权益，爱对真侪方面来做完整的评估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早时啊，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南部可能会热到30度、31度。不过下半晡开始有风面接近，又搁会变天反冷。咱来看温度。今仔日早时啊，各地拢是好天、温暖的天气。北台湾的高温有21度到23度，中部华东地区24度到26度，南部的高温可能有到30度。不过早暗的温差真大，观众朋友若要出门，得爱加添一件衫。下半晡开始风面接近。北部会变天落阵雨，东半部的雨嘛愈落愈大。明仔载开始有冷气团报道会变搁较冷，低温会降到10度至13度尔。不过拜六会上寒，甚至中部以北超过3000公尺高山有机会落雪。再来看国内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出麻的群聚感染。顶礼拜疾管署公布一个北部30外岁男性确诊了后，昨搁增加一个捌和迄个患者接触过的医护人员，嘛好画到咧出麻。这个确诊的医护人员捌去过桃园机场的第2航厦，佮有新北中和的牛轧米粉汤。目前病例接触者拢总可列大约600个人。顶礼拜捌去桃园机场第2航厦美食街食物件的民众都要注意咯，因为国内佫增加一个麻的个案，伊是一个30外岁男性，伫北部病院做医护人员，13接触麻个案，19被控列做接触者，于是开始陆续出现身体无舒适，包含头壳晕、家扫、红疹，而且都通报确诊。已经匡列了306位，那这306位最晚需要监测到3月15号。麻的传染力真悬，台湾出现今年本土麻的第一件群聚，加上这北部病院30外岁男性医护人员，或者群聚有2例确诊，目前接触者可能差不多600人。目前国内跟国际的麻疹感染风险都提高，特别呼吁家长要尽快的带小朋友去完成这个2剂的麻疹疫苗的接种。那另外在医护人员的部分呢，如果您是被医院这个评估为就是说不具有足够的麻疹免疫力的话，有通知要补接种麻疹疫苗的话，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完成接种。就惊麻群聚大爆发，疾管署也公开确诊者去的所在，伊伫日下晡3点到5点去过桃园机场第2航厦富山乌拉面食物件，所以提醒去过者民众都要自我监测到3月11。另外1个暗时9点外，伊会去过新北中和牛轧米粉汤，去过者人也要监测到3月14。医生提醒，麻是高传染性的疾病，亲像病人散布空气当中的麻病毒，伫2点钟之内依然有传染力，所以建议民众出外的时阵一定要挂好喙罨，注意自身的健康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对于明仔载开始有9间病院顶级变动，其中增加3间医学中心、1间准医学中心，有4间地区病院从升格做区域病院。唯一降级的是满岛的新楼病院，对区域病院降到地区病院。再来是中国时报，前几日深坑的大火造成湘北拢有歹味的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下令要检讨，台北市环保局长吴省长就跳出来讲，已经向蒋万安请示。不过蒋万安表示，伫咧检讨报告出来进前，未处分、未调整人事职位。另外是自由时报，卫福部调查2022年，少年囡仔平均1个月的所费有1569块，比2018年的时阵增加16%。不过买到6成的少年囡仔拢会提起买四收啊、买饮料，恐惊是对健康无介好，而且会甲钱欠起来无甲一半。
继续来关心中国船并船的案件。昨中国国台办出面要求台湾要赶紧公布真相，佮批评咱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强调后果是要由台湾来承担。咱的海巡署就发出声明，陆委会嘛回应中国，讲对代志发生到呾，咱拢尽力咧协助。中国所拢伫遐咧乌白生话、乌白指控，呼吁中国就唔通佮继续抹黑，赶紧沟通较重要。中国快艇遭入来金门水域并船事件已经2礼拜啊！中国国台办2记者会上，严厉批评咱方到即阵无公布真相甲核实的，更加点名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我们严正要求台方尽快公布事实真相，大陆方面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大家看到管碧玲把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呢当成是个人政治表演，极为冷血，为人不齿。海巡署发声明反击，讲管碧玲第一时间关心只是安顿亡灵，抚慰家属，对案情态度真公正，要求全面检讨，并且指出对着无收证录影，造成我都真紧了解案情，已经公开表达真实的，也搁再讲到依法行政的立场。唔像中国所讲的恶性弄船事件，静待司法调查，也让外界关心这个案件起因是三无准者违法，外界联系中方会安怎加强来执法？对着媒体一直追问，朱鸿莲并无正面来回应。我们是否可以回到问题的起点？该如何从源头来更好的管理这一类的3、5渔船？当下问题的起点就是搞清楚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陆委会回击对三无准者事件发生以来，咱方尽全力协助，也过中方以抹黑、歪曲事实，绝对不是诚心处理的正确方式。搁再呼吁对方停止对台湾负面的做法，伫无设政治针对的进行沟通对话。因为海巡署甲中方家属代表团的谈判，敢若继续徛伫遐。讲一下今天会不会再开会啊？中方人员此次列入饭店大厅，预告金门归路上采买。海巡署专案小组人员是换所大所在，本来传出双方慢慢有共识。中方要求的公开核实的，可能改做书面核实的。护卫金部分已经公告人民票大约140万，也毋过是毋是要进行第10摆协商谈判，也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有史以来做上久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也就是82岁麦康诺，连续发生跋倒，也是熊熊讲起戆神气的问题，健康的状况是引起众人的怀疑。今麦麦康诺嘛宣布，伊11月就要落任啊。另外，已经81岁美国总统拜登今麦要做健康检查，嘛是受到各界关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伫议会演讲时阵讲到，伊家庭即马是伫艰难时刻，伊的姨几礼拜进行过身，也提醒重新检视人生。Serve Kentucky in the Senate has been the honor of my life. To lead my Republican colleagues has been the highest privilege. But one of life's most underappreciated talents is to know when it's time to move on to life's next chapter. So 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Mr. President, and my colleagues, to say this will be my last term as Republican leader of the Senate. 麦康诺自2006年开始做共和党领袖，领导党团17年，是美国史上政治上久的参议领袖。伊表示，家己82岁做出的贡献，比家己所甘愿做的更加多。虽然无做领袖职务，不过依然继续做参议员。讲家己忧伤内底有也够高，互批评伊人彻底失望。伊这几年来捌跋倒伫公众面头前，定调的健康状况，互人真烦恼。美国总统拜登2月年度健康检查，81岁是美国史上年岁上权的在位总统，检查结果也真受注目。拜登去年健康检查指伊的身体健康适合履行职责，目前伊咧寻求连任，加共和党准备决定来竞总统川普，拢互共和党总统参选人52岁海莉批评年岁伤过大，无适合做总统。拜登有闲的时阵爱拍高尔夫球、骑脚踏车，不过伊行路正慢，到时阵讲话模样，拢引起大家烦恼伊年岁甲能力。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
继续关心美国的政治消息，民主党和共和党27拢伫咧密西根州举办总统的党内初选。现任的总统拜登和前一任的川普无意外拢摕到上侪票，有可能11月这两个人会搁再对决。美国总统拜登27日关键摇摆州的密西根州民主党总统提名初选，以超过8成的得票率大败两个党内对手，嘛有现在81岁的拜登，伫美国时间3月初516个州同时举行初选的超过8日进程，取得更加侪动力。拜登伫声明中感谢选民。Biden won the state by 3 percentage points in 2020, and Tuesday's results give an indication of his standing in the state that could once agai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whether he wins the election in November. 不过，将近13%的密西根州民主党选民27投票选择无表态选项，抗议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攻击加沙，造成将近3万人死亡。过去几个礼拜，密西根州的阿拉伯裔甲穆斯林团体表示咧鼓吹今年的初选选择无表态，要来施压拜登，要求以色列随时对加沙停战。若无者伫11月大选，因就无要支持拜登，要来支持川普。27的投票结果，互鼓吹团体不只欢喜。We are no longer in a position to beg Democrats to listen to us. Quite frankly, none of us want Trump to win, which is exactly why we're doing this. This is the only way we can raise a flag to Democrats that you are going to lose unless you call for ultimate ceasefire. Hello, Michigan. 另外77岁的川普，27是以将近7成的得票率打败党内的唯一对手，前联合国大赛海利。川普伫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初选已经6连胜，不过美联社民调显示，川普支持者大部分拢是超过50岁的白人选民，而且大部分拢无读过大学，票源无够是伊的问题。根据规则，伫全国代表内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上少爱摕到1215名的代表支持，再当摕到党内提名。川普目前已经摕到110个，海利敢若20个。咱民主党是需要1968个代表支持。拜登已经有178个，若无意外，11月初5的白宫大战是拜登甲川普的第2次大战。公视新闻金冠庆编译。因为气候变迁，亚洲真侪国家粮食的产量拢减少，全球稻米的交易计数是创下16年来新高纪录。印尼的政府就提出补贴，互民众有较俗的米通好卖。因为土耳其是暂时减免米豆的进口关税，减少餐饮业者的成本。希望外口大家人手伸长长要摕这个号码牌，就惊分袂到米。印尼去年经过严重的苦旱，造成粮食减产，米价大起超过16%。今政府推出补贴的政策，公家卖米每公斤大约是21块的大票，比市价上至少7块。也若对今年1月以来，印尼政府已经提供超过30万吨的米，预计3月结束进程，会来继续增加公卖所在，缓解民众的需求，互大家拢买得到。Nggak punya beras, mending bagian ngantri ge. Emang berdesak-desak. Saya pengen punya beras. Nah kalau ini beli mahal, itu kan mendingan ada ringanan murah. 虽然受到圣婴现象影响，亚洲真侪所在去年落雨减少，影响7月的成长。世界上大稻米出口国印度因此下令限制出口，进一步促使全球稻米交易的计数起到16年来上悬的计数。也伫亚洲另外一边的土耳其粮食计数是比去年同期起69%。日常料理主要食材扁豆仔愈来愈贵，那消费者挡袂牢，真侪餐厅业者也受到这个影响冲击。Aynı çorba geçen sene 15-20 liraydı, şimdi 35 lira. Karşı tarafa şey yapmamız biraz zor ama elimizden geldiği kadar minimum şekilde ayarlamaya çalışıyoruz. Şey yok çünkü ne kadar zam yaparsak o kadar müşterimiz kaçıyor. Yani ortalama bir 100 çorba düşüşümüz var yani. 土耳其是扁豆仔消费大国，不过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6成豆仔类作物来自进口。为了阻止这计数一直起，政府宣布一直到6月底进前会免除扁豆仔进口关税。不过专家讲，这阵土耳其的利拉一直贬值，农业原料瓦靠进口，像要伫短时间内降低粮食计数也是有困难。公视新闻杨干编译。世界各国拢在动编译。今日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先来看欧洲议会大会通过2项对欧盟外交甲安全政策的年度评估报告，强调台湾甲中国互相无属于对方，敢若台湾的民选政府会当伫咧国际舞台代表台湾的人民，而且嘛谴责中国少数要用武力来改变台海的和平稳定。
过来是拜登政府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讲为着国家的安全，禁止将美国公民的地理位置、生物特征、健康甲财务等等的个资交予中国、罗西亚和北韩这寡有疑虑的国家。落尾是罗西亚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过身，咱算3月7日要伫咧莫斯科办丧礼。罗西亚的当局可能会派真侪警员去丧礼现场。纳瓦尼的牵手着烦恼讲，支持者若去参加丧礼，恐惊会去互警察抓去。镜头转来看国内，总统蔡英文昨去参加228事件77周年的纪念仪式，亲身来颁发名誉恢复证书予受难者家属，而且嘛针对政治档案条例修法通过要正式上路。蔡英文强调，政治档案是历史真相的一块重要的导图，要求国安单位得要解密公开内容。因那副总统赖清德是去台南参加追思活动，强调伊上任了后会继续推动3大工程，和国家团结。亲身颁发名誉恢复证书，向受难者家属致意。总统蔡英文出席228事件77周年中秋纪念仪式。伊讲228事件是台湾的历史伤痕，需要坦白来面对真相，才会让真正和解。政治档案条例修法通过，正式上路。蔡总统特别强调，政治档案是恢复历史真相的一部分，要求国安单位解密公开，落实转型正义。更在去年首度返还了受难者在威权统治时期因国家不法而被没收的财产，合计通过核发超过40亿的赔偿金。转型正义并非要针对特定的政党，而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政府要对过去的威权统治的国家不法行为负起责任。我们透过档案找到的可能受难者已经有4114位。针对外界关心无加害者的问题，司法官讲，因为社会对加害者的共识也无够，认为228违法执行者应该要负责。默祷1分钟。也那副总统赖清德参加台南228纪念活动，慰问受难者的家属。伊讲228事件是台湾历史上国家政府犯的上界严重的错误。伊就任了后，会推动团结国家人民等等3大工程。对于228事件的反省、检讨，让更加侪人会当了解228事件，这个事件本质，避免任何一个人对228的误会。前总统马英九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参加台北追思会。马英九表示，228事件爱就事论事，历史的错误会当原谅，历史的教训袂当放袂记哩。不过现场一直有抗议的声音，包括台湾国甲学生组成的武力者，要求蒋万安都要回失礼。身为台北市市长，我要深深为当年的228事件再一次表达诚挚的歉意。我也要向在座所有的贵宾承诺，我会汲取教训。针对抗议的事件，蒋万安嘛强调讲，市府对228事件的态度是完全公开，伊嘛会伫市长的任内全力反思，化作捍卫民主的准则。记者综合报道。228事件到当已经满77周年，为着要让更较侪少年辈会当了解过去228是发生什么代志，知影是安怎的放假。民间团体伫咧自由广场有举办共生音乐节，现场有展览、演讲、甲真人的图书馆，也佫有音乐演出，希望用无同款的方式，互大家来了解228事件这段历史。另外，台湾国家人民嘛伫咧自由广场有举办追思纪念会，要求政府得要赶紧来落实转型正义甲历史的深化教育。我们就希望说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展览，就是可以带领提供大家一个重新进入或者重新回到这段历史的一个入口。导览人员伫现场带大家来回顾228事件，到今年已经满77年。为着要让愈侪少年家了解这段历史伤痕，共生青年协会办共生音乐节已经12年。今年的主题是伤痕的道声道，对母语绘本朗读甲介绍相关的文学、电影作品等等，来让大家找到家己和228的连结。咱想要让大家知影讲，去接触历史，其实唔是一个敢若一个就
严肃的一个物件啦。就其实咱会当用别个方式去接触这个历史的事件安尼。强盛音乐节今年办伫自由广场，有侪少年家来说。同所在另外一边，台湾国家联盟嘛办对史纪念会悼念，邀请受念者家属来讲过去的遭遇，毋望台湾人毋通袂记得历史的假实，袂当互民主自由倒退路。联盟嘛要求政府应当赶紧落实进行正义和历史的深化教育。去年咧举办228纪念活动的时阵，我发现讲有60%的台湾人毋捌有228事件，这是何等悲惨的一个历史教育。我咧想，咱台湾人都爱有一个自觉。无论是对书会还是强心音乐节，拢是徛伫历史教育的角度，下晡有袂少家长带囡仔来参与强心音乐节。活动到下暗，就有乐团表演和演讲，暗时8点嘛有受难者的唱名仪式，希望会当互台湾人会记得这受难前辈的名。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台中有一位陈先生，伫咧过年期间参加北欧10天去看极光的行程。不过，即摆刷出来指控旅行社对团的费用，一个人得爱收20万，所以因为航班延迟，搬飞机赶无到，就直接甲部分的行程取消。而且伊嘛批评这领队无够专业。针对这款消费争议的指控，双方是拢无共识。消保官建议会当直接向品保协会来申请协调。温室的寒冰世界真正美丽。台中陈先是一口罩4个人，今年距离过年参加北欧芬兰10天看北极光的行程，一人团费20万。不过出国度假转来说气煞煞，伊离背出面指控讲，毋是班机耽误，也是转机时间伤短坐无到。地书其中有一天要坐细这下掠地红钱，煞来取消，连上重来看北极光，嘛因为领队4、5煞看袂到。一天超过将近2万块的这个旅费，你行程完全没有走，那完全也不做任何的处理，当然大家多少会有一点失落。还有主打的极光，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看到。陈先是讲北极光有出现，不过因为领队无甲大家讲出来极光警报的意思，致使大家煞无看到，向旅行社要求爱退回无成型的付费行程。不过旅行社讲这是不可抗力的因素来计算。消保官讲，照各国团队旅游定型化客户的规定，旅行社主张航班延前影响旅游行程，爱家己减负相关的证据证明。旅客若是无同意变更行程，会当要求终止旅程；若是调整行程造成损害扩大，就应该爱负责。就是旅行社他如果没有再去合理调整他的行程，以至于造成整个行程影响的损害扩大的话，针对损害扩大的这个部分，有可能旅行社就要负责，但是这必须要看个别的具体的事实。防指控的旅行社回应讲，飞行机的延前最主要是飞行机的导升推无法度正常运作，甲东港的天气无好，这是不可抗力的事由，对着旅客感觉歹势，旅行社嘛付出袂少额外的费用。另外，旅行社早就有甲因讲，极光是自然现象，无保证一定看会到。消保官强调讲，若是双方无共识，会当向品保协会申请协调，还是向旅行社所在县市消费者服务中心提出申诉。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去年奥多拜的事故有419000外件。为着要提升骑奥多拜安全，即马民众若要考奥多拜驾照，拢爱先看危险监视影片。未来这影片嘛直接列入去笔试的题目内底。出国的影片爱回答危险的时刻，着4条才会使通过。按算6月就要开始实施。这10个人贪方便，直接行过大路，经过机车也无注意到，直接甲弄落去。2个人拢摔跋倒。警方调查，这75岁过路人行为规行过大路，也毋过这50多岁骑车人也无注意头前的情况。廖姓男驾驶酒测值为0，无饮酒情事，表示当时因雨天色昏暗，没有看到行人穿越，因而肇事。根据交通部统计，去年机车事故有419000外件。为了提升骑车的行车安全，众民众伫报考机车驾照时，拢必须要先看这个危险监视影片。5支影片内底着4队才有法度报名来考试。也毋过未来会甲危险监视的影片直接放伫笔试内底，对100队内底抽5队来考。
如果没有这个测验的话，其实我以前是不知道，但是有这个测验的话，我就可能就可以多了解这些情况，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帮助。你做过之后，你要有那个意识到什么有危险的地方。危险的检查品内容包含无保持安全距离、停让过路人等。考生只要发现有危险的情景，就要随点发现危险。若无伫安全的时间内底点试落去，就算唔对。当台湾现在就变得要把它纳入考试的时候，就会面临到这个是与非一定是就是2分法的01的原则的问题。那这时候就会面临到说有些答案并不是那么明确。交通部讲，近5年机车驾照笔试及格比率是75%，去年机车笔试报考人数65万9千多人次，及格人数是53万6千多人。机车考照的新制已经送交通部核备，有加6个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南。嘉南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研究人员是正拍拼咧做刺龟的保育，顺利伫咧人工的环境帮助刺龟探井，这就是台湾成功的头一个。志刚向民众说明，水族生活内底就是全台头一届人工栽培成功的刺龟绿斑离鳍豚。今日初原本饲伫海科馆条件智能海洋馆的刺龟，无按时说的生卵，研究人员用心照顾，将近2个月时间成功生产，健康长大。在幼体的时候，它也很脆弱。如果一不小心水质有变化的话，也很可能集体就会染病。所以中间我们有一度因为冬天水温变化比较大，所以那时候我们有损失掉一批的小鱼。海科馆表示讲，绿斑离鳍豚佮合作刺龟还龟龟鱼，体型若龟龟啊咧，规身躯全是刺，拄着危险的时阵，就会下性命吞水，互身躯膨起来来防卫。看起来真古锥，幼鱼内底养老生活，真好看到伊。若大只了，就会转来较深的岩礁海域生活。因为伫咧生团的过程，要怎养成是真无简单。我们就到野外去采小虾，或那种小小的在草芥袋里面小的东西拿回来给它吃。会利用那种人工饵料，用一个钩绑在钩上面，就由我们晃动食物的方式去吸引它，想要过来吃东西。其实海科馆现在这个智能馆里面大概有5700多条鱼，有320几种的海洋生物。这其实都是拼命的在照顾我们这些海洋生物，跟护育我们的海洋生物。其实我们潮境智能馆这个馆本来就是一个以富裕跟保育为主的一个智能馆。海科馆表示讲，这届刺龟婴仔成功栽培出来，搁来开放参观，希望民众唔通错过机会，紧来海科馆来做生态之旅，紧来看罕咧看到的刺龟幼婴仔的外形，甲伊古锥的模样。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文化局结合27间独立册店，佮有母语团体，拜六要举办绘本市集的活动，用母语来讲故事，佮有布袋戏的表演，甲都市市集。丰城囡仔剧团演出趣味的台语舞台剧，互现场的观众看甲笑嗨嗨。家长讲会互囡仔用台语去表演，上重要就是希望囡仔自细汉接触母语，用母语生活。一起找咱们的个西人兄，然后来上山四草游当行个两行的名来做互人行。互因自细汉就会当接触迄个母语，互因会晓讲，会晓用。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啊！我感觉最重要。新竹市文化局结合27间独立册店以及母语团体，准备第1礼拜六举办绘本市集活动，来推广阅读。无论大人也是囡仔，拢爱加阅读。册店头家希望会当对家庭做起，大人囡仔做伙阅读。对囡仔甲爸母来讲，共同看起这件代志吼，原来是阿哥吼。继续来迄度，只是讲有影甲册店的人较少啊。当然，希望讲后日有机会吼，互更较侪吼的朋友会用个入去册店，因为其实册店内底的册吼是看免钱，过来吼免排队，让我们新竹地区的所有的独立书店业者能够齐聚一堂，然后让新竹市民有机会能够一起看到说，原来我们新竹市有这么多丰富的这样的阅读的一个特色书店。市集活动除了好看的册，现场还有说唱表演、布袋戏以及母语故事。不管是阅读也是母语，拢应该自细汉就接触，累积做文化养分。主办单位邀请大家拜六做伙去新竹公园体验阅读的好，看到母语的水。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
日本即马佮推出一款电动，叫做幻兽帕鲁，拯救全世界。在电动内底有亲像 Pokemon 的生物，佮有对战的生存游戏，吸引着无共款类型的电动迷众。在航空开发群岛，大家爱努力战斗进化，用帕鲁球修复18种帕鲁生物，将无共款机能用来做造机、建造基地，或者是斗阵战斗、开疆辟土。这款由日本小开发商 Parky-Pearl 推出的电玩幻兽帕鲁，1月底上线马上红起来，在游戏平台创下200万人同时上线纪录。受到上这议论的特色，就是游戏当中各种帕鲁外形甲任天堂的精灵宝可梦是真同款。ポケモンのパクリでポケモンが銃撃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するゲームがあるぞみたいなので、ポケモンに似ている部分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うじゃない、オリジナリティな部分もあるし、結局そのポケモンには建築っていうのは、そのものを作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はないけどパルワールドには。大家应将无路的帕鲁分析出来吃，农业真做苦工，十到配种培育更较强大的一代。拼命对战，更结合全门的生存游戏，虽然录到宝可梦非常红线，不过也真做亮点。Japanese game comes out of nowhere, and that it's not made by Nintendo or not by one of the big studios in Japan, and then blows up like this, on a global scale. 帕鲁甲宝可梦有点同款，各是完全同款，游戏规则也拢无同。卡标伫法律中间地带，开发商 Parky-Pearl 执行长高波托隆表示，依法检查并无侵权。大家认为帕鲁起来显示宝可梦这几年来创新无够的弱点，希望两个好的游戏能斗阵存在。公司新闻是非常平衡。伫咧巴塞隆纳举办的世界行动大典，有业者推出会当玩的手机啊，挂伫咧手骨就正做智慧手表啊，而且这款智慧手表啊，会当配合追踪手势的应用程式，会当做鸟鼠啊来控制电脑，真利便。这种手机和巨型的手条机无共，会当在你弯翘放伫桌面，嘛会当照你的需要，直接后半圆戴伫手里，伫双手当无用的时阵。会当即时按手机变做智慧手表，互你会当让手来处理别项代志。But you can if your hands are full. Usually when you go for shopping, for example, you are trying to look at your shopping cart list and then you are trying to grab stuff from the store and then put it in your shopping cart and you are fumbling with the device and you may drop it. But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device is you can simply take this device and you can wear it over your wrist. And this would be like your hands would be free at that point. 这种手机是当咧西班牙世界行动大典展出的上新穿戴装置。业者表示讲，伊一寸会九的特性，唔会当戴伫手骨，嘛会当看伫脚踏车的车手顶面。手机的荧幕大小嘛会当自动调整，方便使用者观看。另外，这种发出金属光的智慧拳，是按智慧手表进化来的，有会当随时监测身体数值的功能。佫会当拿手指同款戴伫手里，看起来有够拍。另外，智慧手表的功能即马佫直直换新，有业者甲上新版的手势追踪 App， 甲智慧手表结合，伊就变做互动式的电脑鸟鼠。镜头小叮当者，就会当隔空操作边帮电脑。The app works by recognizing when your fingers come in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So it creates a vibration that travels through the tendon, which is picked up by the gyroscope on the smartwatch. 业者讲，这项功能是透过 Bluetooth 和智慧手表甲电脑设备连线，连线了后，手表会去侦测手的动作来落指令。手若刷去倒，鸟鼠的cursor就刷去倒位。手镜头啊，轻轻啊拧两下，就会当甲鸟鼠啊拖叮当、刷叮当。穿戴装置的功能直直换新，嘛互人类的生活愈来愈便利。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5度至23度，中部地区14度至26度，南部地区15度至28度，东部地区16度至26度。也有外岛地区11度至22度，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